照顧者秘訣：避免過度照顧。過度照顧喺長期照顧領域入面，經常被稱為慈悲嘅陷阱。雖然照顧者多數係子女或者配偶，出於愛心同保護心態，但過度代勞同干涉，反而會加快長者衰老同功能退化。以下係過度照顧對長者同家庭造成嘅負面影響：一、生理功能嘅用盡廢退，呢個係最直接嘅傷害。人體嘅肌肉同神經系統係跟隨唔用就會退化嘅原則，一類叫做費用性萎縮 disuse atrophy。當照顧者幫長者着衫、餵食、推輪椅，而唔俾長者自己喐手，長者嘅關節活動幅度會變差，肌肉量亦會好快流失。另外一種情況就係失能進程加速，原本仲可以扶住扶手行路嘅長者，如果因為怕跌倒而長期被要求坐輪椅，會令平衡感逐漸消失，最終完全失去企立能力。二、心理層面嘅習得性無助，就係學習嚟失去能力嘅感覺，而唔係真實嘅無助。當長者發現自己嘅決定權同行動權被剝奪，心理上會出現好大轉變。長者會開始相信自己真係冇用，乜都做唔到，繼而放棄嘗試，陷入消極同被動嘅狀態。除此之外，佢哋也可能覺得尊嚴受損，亦都有啲長者會感覺被人當成嬰兒或者小朋友咁照顧 infantilization， 會令長者覺得受辱，容易引發抑鬱、社交退縮，甚至出現情緒暴躁或攻擊行為。三、認知功能退化，生活入面嘅細小挑戰，例如計錢、記住食藥、決定着乜衫，其實都係大腦嘅運動。缺乏刺激，如果所有瑣碎事情都被人代勞，長者嘅大腦就缺乏外界刺激同解決難題機會。呢種情況同認知障礙症、失智症症狀加速惡化有明顯關聯。四、照顧者嘅崩潰 burnout， 過度照顧唔單止傷害被照顧者，對照顧者本身亦係極大負擔。第一類就係身心俱疲，照顧者承擔咗唔必要嘅體力勞動同心理壓力。2025年嘅統計顯示，長期處於過度責任感之下嘅照顧者，患有長期焦慮同心血管疾病嘅比例，明顯高於一般人。第二種情況就係角色衝突，子女變成糾察隊或者保姆，破壞原本嘅親情關係，導致雙方關係緊張。五、如何轉向復健式護理建議做法，為咗避免過度照顧，應該實踐賦能照護 empowerment care 嘅理念，多睇少喐原則，俾長者足夠時間完成動作，例如扣紐扣，只要安全冇問題，即使動作慢，都應該俾佢自己完成。環境改造優於人力代勞，與其扶住佢行路，不如喺走廊加裝扶手；與其餵佢食飯，不如轉用容易握嘅輔助餐具。盡量一齊決定。喺日常小事上，例如晚餐食乜、出街着邊對鞋，俾長者自己決定，維持佢嘅主體感同自主意識。尋找專業嘅評估，定期諮詢物理治療師或職業治療師，了解長者嘅真實能力界線，避免唔必要嘅代勞。最後建議就係自立支援，可能係一條出路。無論係病患者定係高齡人士，都可以學習點樣啱啱好咁被照顧。